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忘憂股嘅基本玩法。呢一個股咧，我就稱之為忘憂股。咁如果大家喺網上邊搜尋嘅時候咧，你可以搜尋忘憂股啦、梵音股啦，梵就係梵文個梵啦，或者係空靈股都得。空係空虛個空，靈係心靈個靈。咁但係我哋中意用忘憂股。咁如果你用英文咧，你就可以搜尋 Tongue Drum。好啦。咁啊，第一個基本嘅玩法 ，Step One， 睇住啦。其實攝影師你應該影住應該點樣打，係啦，呢個係第一個玩法。Level 1， 好，大家有冇留意到 Level 1嘅特點啊？圍圈，圍住圈嚟打，順時針、逆時針，快、慢、輕重，悉隨尊便。好啦，今日教識咗大家忘憂股嘅第一個打法 Level 1。圍圈，好，下一輯同大家再介紹 Level 2。